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进前咧做立委的时，诈领助理费，今仔日起互依照贪污等等的罪嫌起诉，若是判刑，高虹安就要互停职。空军F-16战机伫车高咧做射击训练的时，放了上喷气，影响到附近的海巡船舰。那空军司令部释出来甲海巡回失礼。台中捷运今年5月发生死伤的意外，安全甲训练受到质疑。即卖佫传出月台一档内底有47块玻璃裂开，而且高架桥嘛有9只壁船。今仔头一条新闻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伫咧进前做立委的时，诈领助理费甲加班费。检方今仔日依照贪污等等的罪嫌，甲包括高虹安在内5个人起诉。不过高虹安是讲，伊请的助理拢是实际咧做工课领钱的，而且助理甲家己的钱管出来关互办公室，那会当算是诈领助理费。另外，朱启辉嘛控告高虹安甲参与的研究成果提去请专利，犯着背信罪。检方是认定证据不足，无被甲起诉。以被告身份真济解放约谈，新竹市长高虹安卷入涉贪争议，担任立委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10时侦查终结，依照贪污等罪嫌，向高虹安甲助理等5人提起公诉。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贪图小利，为支应其他开销而操控助理薪资，榨取助理费。且饭后态度不佳，又卸责给助理，请法院妥予量刑，并宣告褫夺公权。高虹安互人查出领立法院超过19万的月薪，7万外的门诊费，存款超过1000万，连永联基金会每个月拢会予伊10万处理立委的业务。检方指出，明明财力真好，不过伊拢无用，颠倒爱报销加薪关部、加补加班费，诈领达到46万，加差额提起洗头就医、买打定存的大赚。专案起诉的关键是因为包含伊的3个办公室主任陈焕宇、陈玉凯也甲黄慧文拢自闭犯罪，检方嘛建请法院宣告完刑。同款伫起诉名单也有一个助理王淑文是否认犯罪。我的助理有实际的工作，不是人头，而且都有加班。那何来的所谓诈领加班费或诈领助理费？他后面就算他今天愿意把它捐出来作为办公事务的分享使用。请问他前面这一件事情哪里有错？涉贪互人起诉，高虹安颠倒批评检方无看对伊有利的证据，为从早一日开始就决定要甲起诉，暗过争议毋若即件，伊阁互人指控找前查甫朋友李中庭做人头，诈领助理费，互朱启辉控告伫任职的时阵参加研究成果登记伫民间公司的名下，涉嫌背信等罪。检方是认定罪证不足，无起诉处分。高虹安是无排除要对前雇主朱启辉告诬告。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贪污，互检方起诉。若是一审判有罪，判有期徒刑，高虹安就会互停职，由副市长来代理。不过高虹安嘛强调，这甲助理的钱捐出来做办公室基金的制度，是沿用顶一任立委李准义的方式。所以即嘛检方嘛要来调查目前咧做劳动部处长的李准义。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指控伫立委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互北检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起诉。那经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期，高虹安会被停职，由副市长代理职务。有地方的议员呼吁伊应该爱家己请辞落台，烦恼市政运作会受到影响。新主人不会要一个压榨助理、涉嫌贪污的市长，但是市政工作一定要稳定进行，市民的各项权益更不能受到任何影响。严过高虹安后年有诈领，警察讲办公室的任用金制度是因为沿咱前立委李准义的助理，你沿用同一套绩效方式，所以北检也分案要调查这阵担任劳动部处长的李准义。这在去年我就回应得非常清楚，我说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公积金制度，目前为止是完全没有接到任何检调单位的查询。其实地方民意代表牵涉诈领助理费案件，常常发生。贵人市议员张炳君即阵规案中邀请台北市议员林永明、嘉义市议员地灵、前高雄市议长詹丽燕这些人拢被起诉。前台北市议员潘怀忠当中间竟然是被判刑定案。立委战绩较少看，有前立委李庆华关恶乱被起诉，杨国英讲无人被判有罪。民团也指出，相关文件经费、助理费安怎运用，司法机关认定真相，需要靠立委自律。
助理相关的规范其实都已经有一些法规的订定了。当然你说是不是不足，或者里面应该要做调整，我们当然觉得也是可以来做一些检核了。最理想的部分是，既然我们法定可以聘8到14位助理，我觉得他应该是每会期或者相关一段时间是可以公告一下他所聘任的助理。公督并表示，立法院无伫会再考虑订定助理费检核机制来监管，并且呼吁比照美国也是日本，将助理名单透明化，才可能阻止这个歪风。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副总统赖清德要去巴拉圭参加因的总统就职典礼，即马先去经过美国纽约，有要甲700个侨胞伫遐迎接做伙食饭。毋过伫场外又阁有真侪中国的侨民去咧抗议，因嘛强调因是无领钱的，是自愿去甲台独人士呛声的。另外，美国的学者嘛表示，美国无安排赖清德去华府，毋是咧惊中国，这只是美国的原则。有布条甲国旗准备出发，公司记者伫纽约唐人街翕到中国侨民准备包车去赖清德侨园会场。毋过大部分的人好亲像无清楚即摆目的，不只是安尼，中国侨民也伫报纸批评赖清德是台独分子。带头发写10多人也出现伫总统蔡英文顶一摆过境纽约时阵的抗议现场，伊一直讲伊毋是行路港，是主动来的。台独分子经过美国，我每一场都在。我们是这里是梅东华人华侨，自愿来。虽然会场外口有抗议，赖清德侨园依然有将近700侨胞来支持。个人日前发动选，被看作是指控之事有留副手人选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专程陪伴，两人活动也引起关注。美国政府依照过去历任副总统过境的惯例，做了最好的接待跟妥适的安排。非常感谢美国不惧压力，秉持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协助我过境。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赖清德发表10多分钟的演讲，佮表示蔡总统的4大坚持，也佮家己的和平4大指条，愿意甲对话沟通，降低外界记录。无法度亲身到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也特别录影强调台美关系密切。Including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city, just as the U.S.-Taiwan friendship is long-standing and rock solid. So this is not a decision that was mad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in any way upset China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He would not transit through Washington, D.C. And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internal guidelines. 侨园只有纽约州议会议员、波连波特市长等人参加，无国会议员。赖清德即摆过境美国态度低调，纽约时报解读是要展现稳健好客形象，无愿意被看作是麻烦制造者，替未来大选加分。公司记者纽约报道。继续关心总统选战，新竹市长高虹安被依照贪污罪嫌起诉，民众党的郭文哲就跳出来小天，讲伊相信高虹安未肖想要贪污。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支持高虹安证明伊的清白。那国民党这边就传出对侯友宜无信任的声音。南投的副议长判一传，讲若需要侯友宜斗3工的时阵，拢去互当作是空气，佮呛讲侯友宜一定选袂掉。新竹市长高虹安和北检以贪污治罪条例规则文书顶罪起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也是党主席的郭文哲随出面消停，直接讲相信高虹安无贪污意图。因为要贪污的人为账簿记得这么清楚，还记录到说几元这种记录，所以我相信他是绝对没有贪污的记录，所以我也支持他能够提出证据为自己的清白奋战。郭文哲也批评检方伫侦办期间几摆违反侦查无公开原则，丑化高虹安形象。那则是到中华州刑庭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向高虹安送温暖，强调相信伊的清廉正直。我支持高安市长用一切的力量捍卫自己的清白，司法不应该沦为政治打压对手的工具。
那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出席中港分宇宙 AI 分区上庙仪式。台北董事长林柏宏当面表达收听，也不过另外一边党内却佫传出反校声音。南投副议长潘锡全13暗地面切质疑侯友宜的官讲是倒一国的，也口说是无证官讲，佫较呛声侯哪党算一世人吃素。谢谢全现在说明是机关公，个人的一些恩恩怨怨或者是一些意见，最后都要化为大我为重，大家都是以大局为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赶紧做公亲，党内杂音无停止，加上传出郭台铭可能伫8月23日金门宣布参选总统，也互拿亚甲侯友宜面临结合挑战大。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副总统赖清德去伫美国纽约，中国就宣布明仔载15开始，对台湾进口的自碳酸酯要加扣税，上济会扣到22.4%，亲像台华、基美这寡厂商拢会受到影响。根据统计，去年咱的自碳酸酯出口去中国的金额大约有8亿美金，占全球出口不到8成。专家就讲，这可能又搁是中国利用经济来压迫台湾。中国商务部去年1月30日，针对台湾出口到中国的自碳酸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则是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台湾的自碳酸酯存在假价倾销，有独占市场记录，造成中国相关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决定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因为很多厂商呢，他在被课征临时反销税之前呢，他可能因为进口商知道他未来可能会被课税，所以呢，他可能会大量囤货。所以如果有这种大量囤货情况，然后呢，它这个临时反销税，它就会有回溯课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中国商务部指出，为15开始，针对台湾 PC 输出中国拢爱扣反倾销税。红点名的业者，台塑集团子公司台华甲台湾出工就活动时，扣税16.9%，基美世界甲麒麟科技17%，其他台湾地区公司24.4%。台华董事长表示真遗憾，强调 PC 数字无存在反倾销行为。税率的影响，这个产业就变成在大陆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如果这个市场没有的话，它会倒回来影响，这个对台湾这个石化产业的影响相当。根据了解 ，PC 的外形是透明圆条形，也是球形粒仔，特性是冲击强度甲加强性能真好，一般会当做成水管啊、微电管啊，也是车头的电壳啊、手机外壳。经济部贸易局统计，台湾的 PC 去年出口到中国的金额是8亿美金，大约占全球 PC 总出口的78.3%。塑化的公司可能在越南、东南亚，它也有布局。所以，如果他可以透过他的内部的这个跨国企业的经营的调动，他从越南或东南亚的其他市场把这个塑化原料卖到 PC 的这个塑化卖到中国去的话，那他就不会被课征反倾销税。专家表示，这摆的反倾销扣税，真可能是中国实施经济协调行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经济部贸易局回应会密切观察中国政策协助业者应用。记者综合报道。空军的嘉义基地有一架 F-16V 战机伫车高咧做海空实弹射击训练的时，所碰了伤偏气，地数这震波去影响到伫附近警戒的海巡军舰。但空军司令部是出来甲海巡会实的，嘛讲会阁加强训练。有专家就表示，因即届射的是2000磅的炸弹，威力真大。伫1公里以内，这船只恐惊拢会互碎片伤着。F-16V 战机展示空中性能，不过却传出8月7号发生 F-16V 战机执行海空实弹射击训练，到2000磅通用炸弹无投入目标区，爆炸了后，震波影响负责操演海峡警戒的恒春海巡队一架35吨船，传出海巡队员掉青惊。为了命中目标，且距离目标区过远，造成震波影响海巡舰艇引擎，本军深表歉意。海巡署表示，人甲船拢平安。F-16V 唔会当挂载导弹的通用2000磅空对地飞弹，也会当挂载 AGM-84汽车反舰飞弹。伫空对空的部分，会当挂载 AIM-120、AIM-9X 空对空飞弹，佫会当同时进行空对空甲空对海任务。退役 F-16飞官表示，2000磅炸弹威力不遮大，碎片包含范围半径到1000公里远，若说船舰伫附近，人甲船拢会损伤。如果这个弹在你1公里半径内爆炸的话，你都会受到破片这些相关的涵盖。哦，
那海巡的船跟人是没有受伤的，它应该就是在这个1公里以外。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样子把这个炸射的训练减少应该作为精进的改善之道。要求空军更进步。黄永德表示，侦破影响范围无法度估计，因为甲介质有关。那做导弹伫陆地、海面还是海面上的军舰，拢有可能无共。以较早经验来看，要侦破进取目标区10公里外的玻璃。不过强调 F-16战机导飞弹不加准，呼吁空军检讨这届脱靶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大武仑沙堡顶礼拜一日就发生3件渡水死亡的事故。目前这搭沙堡要先封锁1礼拜，因为大武仑沙堡的管理单位是基隆市府。基隆市长谢国良今仔日嘛有去议会质询，谢国良表示，这安全水迄个警戒线应该要调整，救生人员嘛应该要去海里动滴。基隆大武仑沙堡顶礼拜六发生一共3件渡水死亡事故，市府紧急封闭1礼拜。市长谢国良14到议会质询目后甜，也毋过渡水死亡事故也引起大武仑沙堡的管理问题，要由交通部观光局北管处，还是由基隆市府负责的讨论。关处在这个上面有没有责任也是我们要厘清的一部分。那不过，我觉得现阶段就是先把那边做紧急重新的规划。北管处坦白讲，民国104年风景区范围调整，大武仑沙堡并无移交予北管处，土地管理机关依然是市府，有甲市府管销处联系，会找时间同齐讨论后续处理作为。大武仑的沙滩还是由基隆市政府管理，市长邀请这个相关单位前往现勘的时候，管理处基本上是没有被告知。对沙堡监视改造收费管理、水上救生定得安怎保持，谢国良强调，警戒线需要重新有到完全安全的水域。水上救生人员除了伫沙堡，也需要到水上安全区域执勤。2个小时的活动或者3个小时的活动，因为人数可能一下子会很多，我们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但如果你是一个海水浴场，一般大概就是来回巡视，在制高点配置救生员这样。对谢国良的想法，基隆水上救生协会唔接受访问，也毋过有救生人员表示，这需要长照人力甲经费。对于伫沙堡设立红灯警示，要救生人员认为，目前都有风太差红旗警示，重点伫游客，敢是当作无看，还是对看道唔插，拢是造成事故一直发生的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捷运今年5月发生列车弄着吊管，造成死伤的意外。安全的措施和训练拢受到质疑。今麦台中市审计处指出，台中捷运的月台一挡着47块玻璃壁起，而且高架桥嘛有7粒壁开，要求台中捷运得要改善。壁起的玻璃碎甲亲像蜘蛛网，台中捷运列线大庆站月台的玻璃墙，去年4月底向壁起，不过这毋是个案。台中审计处最新的报告指出，中捷通车了后1年内有8个车站拢总发生47片强化玻璃壁起，另外有桥梁拢总9位所在出现品质恶化，消息者传出来引起议论。不管是玻璃常常会爆裂，那包括说桥梁有裂化的情况，其实这都凸显中捷相关检测的人员，专业的人员不足，会不会影响到通车的安全？真的都有必要要说清楚、讲明白。中捷表示，强化玻璃碎片目前也搁伫报告期，会接受相关准则规范，确保工程的品质。但是桥梁检测是每2年委托专业顾问公司，采取甲中央同款的 DERU 评定法定期检测。目前看起来是红毛图表面纠起壁旁已经有做改善。其中有9处属于 U等于2，也就是说，一般例行性的维护改善即可，多属混凝土表面干缩裂缝等态样。中捷公司已要求新建单位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纳入保护责任，那目前正办理改善作业中。你如果捷运公司本身要有这个检测的量能的话，事实上人事成本一些其他成本都不合算。你要去看看它的劣化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劣化程度太高了，那就不可以，一定要想办法去追究，那甚至于去有补强之类的。中捷讲未来会增派人员考桥梁检测证照，强化检测的能量。不过学者讲，人事成本恐惊会大大增加，爱骗的预算委外就会使。桥梁劣化程度若是伤悬，袂使疏忽，应该随补强。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看，夏威夷的毛伊岛发生大规模的火烧，已经确认着93个人死亡，有几百个人失踪。真侪民众拢质疑灾害的警报系统歹去，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因目前靠真侪当地饭店来收容灾民，有讲毛伊岛若要重建，可能要开价1700亿台票。厝全部毁了，车也烧甲只剩壳。夏威夷毛伊岛顶礼拜起发生严重野火灾害，到达夺走外百人的性命，有1.3万人的百年小镇拉哈纳毁损严重，死里逃生的民众看到散作遍地家园，唔知要安怎。Everybody's dead. There's dead people in the water. 海边有志工接力，协助团送船只运过来的物资。大批体力民众是暂时踮伫临时搭建的庇护区，因为目前至少有4500人要去失踪。旅宿业者随即提供500个房间安置居民，位伫丹香山的大型会议中心也设置做紧急庇护所，上济会当容纳4000人。The little things are such a big relief. Toothbrush, soap. They gave us towels, shampoo. 目前灾害调查也在进行，针对灾民，积极政府的天灾示警系统失灵，造成真侪人一直到大火烧到厝门口，才向公逃生。There was no warning. Like I said, I was paying attention on my phone to the new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The next day, when the storm passed by, all of a sudden, my apartment went black. When we opened the door, it was orange from the fire. 毛伊岛外口上的厝烧掉，中间有个爱开55亿美金，相当代表1700亿。多数居民恐惊无力负担，当局已经想要甲旅宿业者参详，希望提供受灾户以较俗的计数，暂时租用饭店房间一段时间。另外，岛上有瓦30座通信基地台无法度运作，岛属西北部的电力系统有计需要几礼拜抢修。当局表示，目前新市肯及所3派区域无排除死亡人数也会阁升悬。公视新闻牛眼编译。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最近这几天山南的大火实在是愈来愈严重。美国加州的消防局得甲加州大学合作，利用360度的摄影镜头，透过 AI 技术，要做野火预警，希望伫咧火场开始烧的时阵，相关的单位得当赶紧来拍火救灾。今年7月已经加做史上上热的月份，全球各地森林野火侵袭，造成财产损失甲人员伤亡。这项加州有经计划由加州消防局甲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合作，打造一套360度宽景翕的摄影镜头，拢总有超过1000组的镜頭，偵測監視發生火災。Once we do get a call, but if a detection is automatically happening, then that's what can be really helpful to us because it's basically patrolling 24/7. 唔但有能力监控，这套系统也个透过 AI 人工智慧辨识影像中的异常状况，分析空气中的烟雾甲烟叶粒仔的含量，判断敢是有形成火灾风险，佮有先通知相关单位确认，提早采取应应措施。 5-6 years ago, you'd have to send a battalion or an aircraft, fixed wing or rotary, out to confirm the ignition. So you'd get a 911 call. You'd have to go out and have eyes on the fire. Now you can spin a camera very quickly, determine if there's ignition. 这项计划7月开始启动，已经协助解决一场位伫圣地亚哥以东80公里、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内可能发生的野火。消防局伫45分钟内出动7车60人，另外也有2台水车甲2台路途车顺利拍化火势。I think it's 100% applicable throughout anywher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now that we're experiencing a lot larger and more frequent fire regimes, and with climate change, it's coming everywhere. 加州消防局已经投入超过2000万美金，支持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甲网络科技公司合作打造这套系统，希望会当改善加州的野火问题。公视新闻陈慧仁编译。风台卡诺扫过台湾、日本甲韩国，已经减弱做热带风暴，不过嘛继续咧上北，伫咧罗西亚的东部造成淹水，当地有4000间厝拢浸伫咧水里，总共有脱离2000个民众。会当讲是当地10冬来上严重的水灾。
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像呢阵一直来去。这位老太太脱困的时，才放松落来。罗西亚关东地区第二大城乌苏里斯克区拄到10年一版的大水患，受灾面积大约35%至40%，真侪百姓真惊吓。Что-то плохой климат стал. Было как-то полегче, было. Туалет вот закрепили веревкам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уже плывет. С сарая все выплыло, дрова вот мои плавают. 卡努以风台姿态侵袭台湾日看了后，一路就北，方认为是当时的怪胎。去到罗西亚湾东地区已经降级做热带风暴带来大雨，搁变做大水。罗西亚官方通讯媒体塔斯社指出，有4368栋厝浸水，5654地附近的地甲启动工具雨水淹，也有28个主体社区连外交通中断。当局已经派遣一支工作小组监督湾东部分地区的防灾善后工作。罗西亚紧急事务部表示，也因为提早派遣部队，才避免更加严重的损失。另外，淹水地区超过2000个居民，其中有405个囡仔脑风退离。在伊卡努侵袭的时，有7个行政区发生大水，1个妇女甲2个囡仔不幸罹难。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来看罗西亚单方面提出乌海粮食协议，所有经过乌海的货船，因拢被怀疑是要送武器去互乌克兰的。13罗西亚就伫乌海要拿走一只别流的货船，对方无应声，因的海军就开枪警示，佮派出直升机强硬上船检查。这款行为，互乌克兰谴责，根本就是海贼。乌海的大小只货船伫海峡来去，俄罗斯海军的巡逻舰艇嘛伫海峡巡航。俄罗斯7月中宣布退出乌海国务协议，佮即期伫乌海要去乌克兰的货轮有可能会运输武器了后，13伫乌海向一只漂流一个货轮苏克拉奥坎号要求攀载时阵，因为对方无回应，军舰就开枪示警。这嘛是俄罗斯伫退出国务协议了后，头一届向乌克兰以外货轮开火。俄罗斯国防部认为，当时货轮要去乌克兰西南部的伊兹梅尔港，所无回应停船接受检查要求，接触发舰艇的机场主动开火示警，想要强制甲货轮停落来。在对方无回应、无线电通讯了后，又搁派出一只直升机，在俄军的士兵强制上货船检查，确认货船无炸武器，才互船只继续送货物。在事件发生了后，土耳其的国防部嘛收到相关的报告，显示一只要去罗马尼亚的货船嘛拄到真小型的状况。最后，乌克兰公开谴责俄罗斯军队的行为根本就是海盗。为俄乌战争开始到今嘛将近1年半，在乌克兰新卡科夫卡水坝受到破坏了后，当局预告要装送水的管道，替克里夫洛甲周围庄仔头的居民提供清气的水通用。Десь на 23% вже прокладена труба. Ви бачили її, що вона майже вже прокладена до Інгульця і до водозабору. Зараз облаштовується насосна підстанція. І я думаю, що протягом 2 тижнів ми запустимо першу нитку і вже забезпечимо частково водою Кривий Ріг. 当局表示，水坝受到破坏了后，有100多万人的民众只当接雨水，也是用罐装水生活。各国会分做3条送水路线，建设总长350公里的管道，让民众有清气的水使用。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伫咧今年5月，有一只哥伦比亚飞行机摔落去亚马逊的河南，落尾有4个囡仔，靠家己船活超过1个月，才总算互人救到。不过后来社福机构的人发现，其中上大汉13岁查某囡仔，那像有互伊的后籍性侵过，而且其他的囡仔甲因的老母嘛拢受到苦毒。目前这个后籍已经被抓起来啊。相片内底，互两个警察包围的男性，都是伫亚马逊河林飞机载落来生活40天4个原住民委托做囡仔的爸爸拉诺克。暗过伊伫10日互警方逮捕，哥伦比亚检方隔天甲宣布起诉，罪名就是涉嫌性侵13岁大汉查某囝莱斯利。El hombre había abusado sexualmente de su hijastra de manera continua desde que ella tenía 10 años de edad. Al parecer, el supuesto agresor aprovechaba para acosarla y vulnerar su integridad cuando la menor se quedaba a solas con él.
5月份来斯利甲3个分别是9岁、4岁甲11个月大的小弟小妹，对妈妈坐飞机煞失事，大人拢无命。上大汉的来斯利照顾3个小弟小妹，生活40天了后被解救。住院期间，儿福机构怀疑来斯利捌遭受性侵害，调查了发现，来斯利为10月开始，就互伊的后籍拉诺克长期性侵，其他囡仔嘛遭受暴力对待。6月底，来斯利一家伙仔带属的原住民部落首长。对媒体证实这件代志，目前4个囡仔由社福机构负责监护。Este es un milagro de Dios y como creencia del pueblo indígena para nosotros, esta es una prueba que me está haciendo Dios. 拉诺克甲莱斯利的妈妈结婚了后生2个囝，伫超找4个囡仔期间，拉诺克不时对救人对立互林走藏，传出性侵情人查某囝，拉诺克全部否认。毋过伫囡仔互救出来治疗期间，莱斯利的阿公阿嬷就讲出拉诺克不当对待囡仔妈妈甲4个囡仔。各向法院诉请争取监护权，检调点点搜证期间，对媒体询问拢无回应。12总算大动作逮捕拉诺克，正式起诉伊性侵情人查某囝的犯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今仔日8月14是空军节，总统蔡英文亲身去花莲的嘉山基地感谢空军保卫家园。另外，为着要因应中国的威胁，那义务役爱恢复做一档，国防部佮规划要甲这红兵哥编做海岸的守备步兵单位。不过，专家认为，若是编3-4千人的单位，训练的场地无够，恐惊是真歹运作。拄着814空军节，蔡总统到花莲市道东部地区部队，特别到嘉山基地慰勉，感谢空军官兵坚守岗位，捍卫领空。我军的表现更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未来政府会继续给国军更多的支持，大家还没有松懈，保持警戒，随时因应紧急应处的任务需求。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感谢各位不分昼夜捍卫领空。除了强军一直清了，咱军机军舰常常爱出动来应付亚真消耗用油。传出到8月，军方已经欠中油41个油钱，严国国防部严正号令，日日加强地面防卫战力部分，国军规划甲1年期义务役士兵编做海岸守备步兵单位。严国专家认为，若是编做3-4千人陆级单位，在基地训练场所不足之下，恐惊伤大无适用，难以运作。我们其实就编成一些守备营，然后让他们在战时只要赋予他们戍守特定区域或者特定阵地的任务，限制共军的行动，这样子来替我们的常备部队创造打击机会。中国对印太地区威胁愈来愈大，要美国参议员真顾问写配互媒体，认为美国应该甲台湾所用东沙岛将这军事基地，来确实捍卫南海也进攻台湾的汉守力量。岛屿租借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岛屿防卫，台湾都具有相对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可以把这一种视为台湾的筹码，类似是一种安全外交的一个总体的考量。学者讲，相关建议可行性较低，也不过也看得出国际盟友对着中国继续军事扩张，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的高雄厂今嘛决定要做上先进的2奈米晶片。高雄市府今仔下晡就举办环境影响差异的说明会，居民是拢惊讲水电会无够通用，健康嘛有风险等等。因为市府是搁再强调袂出现这寡问题。由北部电话伫观察说明会表达诉求甲议论，台积电到高雄建厂计划一直有阻碍。原先规划要起2座厂，包括7奈米加28奈米。不过因应市场需求调整，目前高雄厂确定先导入先进的2奈米制程。经发局14举办观察说明会，甲附近居民团团面对面沟通。中国好不容易离开了，后地区讲生态公园，结果来的是一个吃电怪兽、吃水怪兽。居民表示，当地欢迎台积电来设厂，不过居民的健康袂使无顾，因为较早中油高雄炼油厂所在地后院有700多人着癌。市政府伫同意台积电设厂的同时，嘛应该持续进行健康影响评估。未来台积电进来会不会加速，或者是让这些疾病变严重？这部分其实是有证据的，我们现在就把证据给留下来。那未来可以去追踪它。另外，台积电半导体制定改变，水电用量是不是会造成影响？这原来是当地居民关心的议题。
自来水公司了调来，水无够用，会影响到阮民生的用水。台积电未来所使用的这个水量大约是这个4万吨左右。那就这一段来说的话，高雄市政府已经有开发这整体的浮流水达10万吨。那以及呢，后续包含我们的桥头再生水厂以及楠梓再生水厂所提供的这个再生水，可以达到10.5万吨。这届台积电高雄厂是离阮中油高雄炼油厂面积差不多29.83公顷，园区已经动工，根据规划，二奈米制程目标是2025年下半年推出，2026年量产。升级到2奈米制程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在无尘室的部分，应该会重新的设计及调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使原本的进场时间，然后也会往后延一些。但是的话，在2024年下半之前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建厂的工程一定可以完成得了。经发局表示，会赶紧进行相关的作业，希望明年第一季会当提交环保局进行勘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35个死刑犯主张经二审搁上诉到最高法院了后，拢总爱互同一个法官审理的规定，互因无法度受到公平审判，所以申请释宪。今仔日宪法法庭是判决这个条款无违宪，不过死刑犯另外搁有主张死刑违宪去申请释宪。法务部是表示，判决若也是压不出来，就无法度甲因处决。你甲判咧，啊，咱唔甲执行，啊，这个吃咱的税金，害死阮囝，我就扣税金去饲，安尼讲有公道。但无司法法院公道，互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凶手王碧英兄弟犯下涉及台警察案件，一人被判死刑确定了后，到即阵10多年也未执行。死刑定案无执行，因为包含王碧英在内35名死刑犯人主张连审条款侵害因公平审判权利，申请宪法的解释。实施真侪年的连审条款，出自最高法院分案实施的要点。面对案件经过2摆以上发回经审，佮上诉到最高法院，也是重大刑案，发回经审佮再上诉，拢要由工具法官负责来审理。宪法法庭伫审理了后，则是判决合宪。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分案实施要点第9点第1项第2款规定，将重大刑事案件发回更审再行上诉之案件，仍交由原承审法官办理，与宪法第16条保障诉讼权之意旨均尚无违背。经二审甲重大连审条款无违宪，三大关键的理由包含前3摆上诉拢采取随机分案，符合法定法官的原则。负责法官审查下级审判官，毋是家己裁判，有些判断也是偏差未必然会发生。而且最高法院法官少，一定换法官来审理，恐惊造成法律见解无一致。从员额、人力配置的考量，在这一类型的这个回避呢，这个回避的要求呢是不切实际的。接着，如果从最高法院统一法律见解的功能来考量，这一类型的回避要求也将减损最高法院统一裁判见解的功能。法务部最近一摆死刑执行是伫2020年4月7日，虽然35名死刑犯的宪法解释案件判合宪，依然无度随执行，因为包含因在内全台38个死刑犯人以死刑违宪这个理由，已经另外申请宪法解释，就算宪法法庭也未受理。不过法务部发声明回应，伊执行死刑的规则，即要有死刑庭书伫进行，死刑一律未执行。记者综合报道。离中元节还阁有半个月，猪肉煞已经开始起价啊！即马一斤爱超过99块，部分县市甚至爱上100块。农民表示，这拢是饲料的成本高，阁有疾病造成猪肉供应量不足，才会造成起价。农业部长陈吉仲表示，今年猪肉的进口量比去年更较侪，到年底为止，拢会确保国内猪肉供应无问题。10时早起，菜市场内底民众伫猪肉打经时的肉片，离中元节要半个月，猪肉价数其实已经起起来啊。根据农业部统计，6月猪肉批发平均价每公斤是90块6角9，7月是92块2角7，8月到即阵为止是96块8角4，阳过12一天，猪价已经达到99块6角9。肉又这么贵，又这么贵，对，就多买菜，多吃菜。随上新北、宜兰、甲南投部分县市，在日猪价已经超过100块，毋那猪肉愈来愈贵，肉所这加工品价数也起价，相关的钱用买到量是愈来愈少。200的就吃了几天了，现在买150就是说了呀。猪肉贵，大家拢会那个选项，看别的选项。
这是猪肉亲戚的准备要做假肉。大头的生意人讲，等到需求量较大，中元节恐惊计销会搁起。饲猪的人讲，饲料这饲猪的成本真悬，加上疾病这因素，拢造成这阵肉猪供应数量不足。之前的疾病的影响，造成小猪的育成力特别的差，所以目前的肉猪的数量供应确实不足。猪价的这个的波动呢，很多是受到所谓的原物料的价格上涨，还有短期的供需的波动。那长期而言，我们跟农民保证的绿灯区还是这样的一个供应。但局长强调，今年猪肉进口量比去年增加，6月补也继续来清点，确保过来猪肉需求量到今年底为止供应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环保署统计，当年烧纸料大约3成以上拢是来自普渡。环保署今仔日就甲艋舺龙山寺合作，推广环保祭拜，希望各地公庙会当做伙来响应减碳、减少空污，也有减少讨债食米。按道顶悬放适量的水果做制品，也是用米代替金纸，小食原来当兼顾民俗，也会当做环保。农历7月底要到啊，环保署为了推广环保普渡的做法，甲龙山寺合作推广以米代金线上普渡，这个环保祭祀的做法，希望民众甲庙宇做伙配合。空气染污啊。这就不环保了啊！有时候我自己来拜，我们也不会真的拿香，我们也是用手合十拜，那是一个诚意比较重要，不会到线上你还是会觉得有实际的实体这样比较好。民众普遍会当接受做环保减少金纸的观念，地方公庙的金炉原来有当配合环保减少烧金纸的告示。环保署统计，当年差不多有3成以上烧纸钱是普渡祭祀，将近3年的纸钱累积集中量达到6.4万吨。所以甲艋舺龙山寺合作，龙山寺是讲大家做伙响应，才会当互空污减到最低，互环境更加好。所谓的纸钱集中烧，或者是说，甚至我们的这一些的一个祭祀的贡品，都能够卖光摆着一大堆，结果最后变成了厨余。有人说一炷香可以通到天庭，那都是假的啦，没有人这样。你的心到了，你的意也就到了哦。所以心诚则灵。环保单位嘛，甲4大超商合作，会当伫超商内的事务机台点选义工代金的功能，并且甲社福团体合作，互民众捐款，除了帮助弱势团体，嘛当卖烧金纸，减少空气污染。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若要踅百货公司，就要去到台中、去到外县市才有通好踅。不过，即阵由中华县府甲中华市公所推动的百货公司，伫咧今仔日8月14正式开工动土，按算要伫咧2026年的第3季完工。闹热的人狮表演，替中华头一间百货公司的开工典礼正式起鼓。这是由中华县政府参中华市公所做伙合作的百货公司 BOT 案，要伫中华市旭光西路75号起一栋地下4层楼、21层楼高的复合式商场。中华县第一间百货公司就是中油百货。那咱的乡亲等了真久，那为今仔动土了到115年，咱乡亲都会使来遮啊，有真好的停车空间，有真好的消费的环境。这嘛是台湾第一间公所完成 BOT 案哈，光这个都市计划的土管的变更就走了2年8个月，非常不容易。中华人等几落档的百货公司，即阵正式开工，民众拢真期待。但是附近有病院参商圈，原本就真够塞车，就惊百货公司开落，交通会拍结。我感觉真好，会带动中华市的繁荣吼。哦，阮有一个通好踅街唔免行远的所在，但是呢，感觉交通会有较乱一丝啊哦。对，那现在看起来不？刚才讲彰化这边的主要消费族群啊，现在都是在台中比较居多，就希望说看中华这边看会使尽量感恩客户留伫中华呢无。中华市公所表示，专案的投资金额43亿，百货公司全部楼层加起来大约27000外平，预估会当创造1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也若附近民众烦恼的交通问题，嘛会纳入思考，甲交通路线规划好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嘉义县有社区向中央争取经费，办推广社区产业的活动，望讲会当活化农村拼经济，来提升农村的长照，甲一寡弱势家庭的福利。社区的时代，带民众做伙来体验课程。无教课的时代，就伫舞台顶来表演才艺。嘉义县中部乡的裕民社区举办农游活动，希望城外口的人入来农村。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更多的社区跟进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到我们的农村。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对整个社区的进步是非常大的。裕民社区申请水土保持署的绿色照顾计划。部分的经费提供社区时代长照的服务，帮助弱势家庭，嘛利用这笔经费来办在地农产品推广的园游会。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模式，跟所谓的在地一些组织基金会结合，然后让所谓的服务力道可以遍及到我们的偏乡农村，照顾更多的长者跟弱势民众以及小朋友。对长辈也很好啦，因为要走出来，他们比较不会整天都闷在家里面嘛，对身体健康也比较好。社区理事长表示，水土保持署暗算要投入1500万，伫活动中心后壁空地要来去社区专营共享的富下园区甲亲子省水公园，希望透过这2400平的所在，串联阿里山的观光景点，嘛带动附近社区的产业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北市的市定古迹朱含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今仔日煞去互人破坏，这个庙门已经去互人毁损。警方追查了后，发现嫌犯是一个西班牙籍的查甫人，敢若是食酒醉了后，就摕金蕉水去漆庙门，造成破坏。警方是已经依照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来甲上班。对于监视器画面看到，则是透早2点外，一个查甫人徛伫树林朱含宫门前，手提滚蕉水遮清洁用品伫漆庙门，造成古迹庙门的卫生氧气毁损。看到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报警处理。酒醉之后闹事，可能觉得这个门板太脏了，就拿了清洁剂跟菜瓜布在擦拭我们的这个门，想要把它恢复干净。可他不晓得这是古迹。警方调查发现，这嫌犯是53岁西班牙籍的查甫人。伊讲，只要看到朱含宫真老旧，有时摕物件要来漆庙门。随上这间位伫个树林夜市的朱含宫，又搁被称作树林妈祖庙，创建在1796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三川店门神的卫生受台南名师当局封锁话，伫台北地区因讲敢若剩一间庙而已。民国74年，朱含宫也获内政部评定为国家3级的古迹。无端毁损古迹、暂定古迹之一部、全部或其附属设施，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之罚金。请庙方把相关就是我们预计邀请就是说送修复那个庙门壁画的一个传统匠师的相关资历，也一并送我们文化局这边进行审查。台北市文化局强调，已经邀集文组委员到场勘查，也请庙方1个月内提报紧急抢修计划甲师傅的资料送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特有的做十六回民俗活动特别起鼓咯。今年佮提早甲鸟母经请出来，要互16回少年家来遮软。庙方指出，这座是全台唯一六角塔形木造的鸟母经，敢若伫旧历7月才会请出来，到今已经有30档的历史，咱做回来看。今仔当咧进行出鸟母经仪式，伫爱2、3届，就要由时代砍起来才算完成。这16回是府城特有的仪式，一般看到的鸟母亭拢是用纸糊的，不过伫咧开基啉水湖林马庙，所有全台唯一的六角塔形木造结构的鸟母亭，这座有3公尺悬，200斤重，敢若伫咧旧历7月才看会到。当下好啊，保佑平安。纸糊就容易弄破，所以变做就要定定去遐顾去遐补啊，所以落尾呢，阮这老前辈甲讲啊无，咱就来用这个茶来刻安尼啦，茶来刻安尼，而且较永久，以后呢啦变做古董安尼。这座鸟母亭是插榫铺条式组合起来，顶下站除了有藏宝甲母亲的临水湖林马坐镇，嘛有济树福义含的倒样，整个雕刻拢做甲真有路。庙方表示，这座有30档的历史，早前牛墙画稀土器顶木材落去做。因为年久失修，湿水退失去，因拍算做16回仪式结束了后，被委托木条师来修复。金马啦，金箔啊，阮歹啊介严重，伊的所有的金箔啊
到近已经剥落了，所以委托我今年他做咱迄个安金的部分，搁伊6个部分，当伊的部分有那介济。为期1个月，庙方开放16岁囡仔来弄招宝经，祈求平安，透过鼓励保留传统习俗，让大家看到不同的在地文化。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好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一个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